喺科幻電影裏邊不乏咁樣嘅情節，只要撳一個掣，成個世界咧就會喺幾分鐘之內灰飛煙滅。然後劇情就當然係圍繞住點樣阻止呢啲惡人掂到呢個掣啦。喺1962年嘅10月中下旬，古巴導彈危機裏邊，美國同埋蘇聯嘅領袖、士兵、潛艇軍官都面臨住咁樣嘅選擇。當時核武庫存已經足以消滅人類文明幾次，而一個誤判、一個錯誤嘅命令都可能引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世界毀滅。喺嗰短短36個鐘裏面，美國同埋蘇聯之間嘅對抗將人類推到毀滅嘅邊緣，整個世界都面臨被核彈摧毀嘅恐懼。甘迺迪、克魯曉夫、卡斯特羅呢3個領袖嘅一舉一動都可能改寫人類嘅命運。今日我哋就嚟探討一下，喺嗰36個鐘裏面，世界到底有幾接近核戰呢？時間翻到去1962年，當時冷戰已經進入咗白熱化嘅階段，美國同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劍拔弩張，喺全球爭奪影響力，從柏林到亞洲衝突都不斷。大家可以撳呢度咧重溫翻我哋講嘅冷戰歷史。喺1961年豬灣事件，美國咧就試圖推翻卡斯特羅嘅政權，結果咧就慘敗，反而咧就逼到古巴更加靠近蘇聯。蘇聯領導人克魯曉夫佢敏銳咁樣睇到呢個機會，佢喺7月嘅時候就同古巴嘅領袖卡斯特羅達成秘密嘅協議，喺古巴咧就部署中程同埋中遠程嘅核導彈。呢啲導彈咧距離美國嘅本土只有90英里，射程咧就達到2200公里咁遠，可以喺5分鐘之內咧打到去華盛頓同埋紐約。對美國嚟講係極具威脅嘅，而呢個部署對蘇聯嚟講咧，既能夠平衡美國喺土耳其佈置嘅朱比特導彈，或者我哋叫木星導彈啦，亦都能夠保護古巴呢個新盟友。於是1962年嘅夏天，蘇聯就開始秘密嘅行動，代號 Anadir 行動。幾千名蘇聯軍人咧就偽裝成農業嘅專家去進入古巴，將核武器直接搬到去美國嘅屋企門口。不過話時話啦，當時美國擁有嘅核彈頭咧有成4000枚左右㗎，蘇聯咧就大概得300枚啦，所以個實力其實好懸殊。喺10月14號嘅時候啦，美國偵測機 U2 咧拍攝到古巴境內導彈發射並且建造嘅現場，消息傳咗返白宮，總統甘迺迪咧即刻召集核心內閣成立呢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簡稱 XCOM， 商討應對嘅方案，空襲啦、入侵啦、封鎖啦，都係佢哋嘅選擇。10月22號，甘迺迪喺電視演說嗰度咧就公開呢個危機。A series of offensive missile sites is now in preparation on the island of Cuba。並且宣布咧對古巴實施呢個海上隔離，本質上咧係一個軍事封鎖嚟㗎。並且要求咧蘇聯撤走呢個導彈。美國咧當時進入咗 DEFCON 2，呢個係僅次於全面戰爭嘅最高戒備嚟㗎，亦都係冷戰中唯一嘅一次。戰略轟炸機隨時都可以起飛，洲際導彈隨時都可以發射。與此同時咧，蘇聯嘅運輸船正係駛向加勒比海，外界係無法預知咧佢哋究竟係咪載住更加多嘅核武器嘅。呢個時候，甘迺迪同埋克魯曉夫之間咧就出現咗一啲書信嘅來往。表面上咧雙方都強硬到底，但私底下咧其實佢哋都喺度試探緊對方嘅底線。蘇聯要求美國保證咧唔會入侵古巴，但美國咧就堅持要蘇聯撤除個導彈。雙方嘅信號咧時而模糊啦，時而矛盾咁樣，令到個局勢咧更加撲朔迷離。全球就平息以待。美國軍方最高嘅將領一致係建議空襲甚至直接入侵古巴嘅。佢哋認為咧只有用武力先可以徹底解除呢個威脅。但係甘迺迪咧對呢件事非常之猶豫，佢謹記咗豬灣事件嘅教訓啦，情報不足，行動失敗，最後令到美國面都冇埋。如果再輕率行動嘅話咧，唔單止可能引發全面戰爭，亦都會令到美國背負上侵略者嘅惡名。喺會議記錄裏邊咧，其實甘迺迪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如果我哋而家先開第一槍咧，歷史會將我哋寫成同日本偷襲珍珠港一樣。呢句説話咧顯示咗佢內心嘅掙扎，係保護國家安全啦，定係避免落入侵略者嘅歷史角色呢？最關鍵嘅36個鐘就係10月26至27日，
呢段時間係成場危機嘅最高峰。歷史學家阿瑟斯萊辛格佢稱之為人類歷史上最危險嘅時刻。10月26號咧，赫魯曉夫係透過電報向甘迺迪提出一份溫和嘅建議，就係話蘇聯會撤走古巴嘅導彈，美國咧就承諾唔好入侵古巴。甘迺迪覺得或者呢個都係突破口嚟㗎，但係估唔到咧。第二日10月27號咧，赫魯曉夫又送嚟另一份，但係今次係強硬版嘅信件，增加咗一個條件，就係美國必須要撤走佢喺土耳其嗰啲木星導彈。呢一句咧就令到個局勢瞬間更加複雜化，美國嘅高層陷入爭論，唔知道究竟應該回應邊封信。而其實赫魯曉夫咧之所以喺2日之內咧個立場差異咁大，一時溫和，一時強硬，亦都反映咗蘇聯內部係有矛盾同埋壓力嘅。同一日啦，美國嘅 U-2偵察機喺古巴嘅上空被擊落，飛行員就當場喪生。美國嘅高層就要求強烈嘅報復，甚至提出即刻去空襲。但係甘迺迪咧依然係選擇克制，避免立即升級。呢一刻，白宮嘅氣氛係繃緊到極點。同樣喺10月27號啦，美國喺古巴附近咧就發現一艘蘇聯嘅 B-59 潛艇。美軍嘅驅逐艦咧就掟咗粒訓練用嘅深水炸彈，想逼嗰個潛艇咧向上浮翻出嚟。潛艇裏邊嘅蘇聯軍官咧就誤以為戰爭已經爆發，準備咧就發射佢所攜帶嘅核彈頭嘅魚雷。根據規定咧，發射呢啲核武器係需要3個人一致同意嘅。就喺呢個生死一線之際，副艦長阿爾希波夫咧佢就堅決反對，勸說其他人冷靜啲。如果唔係呢個副艦長阿爾希波夫咁堅持冷靜咧，一場核爆咧可能即刻引致全面嘅戰爭噶啦。事實上咧，政治學者 Graham Allison 就估算當時爆發核戰嘅機率係超過1/3咁高嘅。後來有歷史學者都話呢一日一個蘇聯軍官拯救咗全世界。最終面對住2份唔同語氣嘅信件嘅甘迺迪咧，就決定淨係回覆溫和版，同時咧透過佢細佬羅伯特咧就秘密聯絡蘇聯嘅大使，就係所謂嘅秘密外交啦。答應喺未來幾個月咧就會低調咁樣撤走土耳其嘅導彈，但係就唔可以公開承認嘅，始終都要面噶嘛。喺10月28號咧，赫魯曉夫就喺廣播度宣布撤回呢個古巴嘅導彈，古巴導彈危機終於就得以和平落幕。危機之後，華府同埋莫斯科之間就建立咗一條 hotline 啦，雙方就可以直接溝通，避免再出現誤判。我哋講下古巴導彈危機帶俾我哋嘅討論同埋反思。首先，古巴導彈危機係證明咗核武器嘅毀滅性，足以令到領導人保持克制。無論係甘迺迪定係赫魯曉夫，雖然面對國內強硬派嘅壓力，但係佢哋兩個都意識到，一旦開戰就唔會有勝利者，因為雙方都會毀滅。就算當時美國係明知道自己擁有更加大嘅核優勢啦，甘迺迪仍然係唔敢輕易動用㗎。甘迺迪面對軍方鷹派嘅壓力，選擇隔離而唔係直接開戰，呢個係冷靜嘅戰略判斷嚟㗎。赫魯曉夫就喺溫和同強硬之間有搖擺，顯示佢既想爭取戰略嘅利益，又怕將世界推向毀滅。歷史學家成日都話啦，化解危機靠嘅係領袖嘅冷靜，但都離唔開偶然嘅。例如咧，阿爾希波夫嘅判斷，如果換一個更加衝動嘅蘇聯軍官咧，今日嘅世界可能完全唔同咗，或者冇咗啦。最後啦，古巴導彈危機改變咗冷戰嘅走向，佢直接促成咗美國同埋蘇聯之間嘅核武控制對話。促成佢哋喺1963年簽訂咗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並且鞏固咗相互保證毀滅 MAD 嘅戰略思維。呢種恐怖嘅平衡啦，即係話美國同埋蘇聯之間各自因為擁有足以毀滅對方，甚至多次毀滅地球嘅核武器庫，而形成嘅一種微妙嘅平衡，反而喺某種程度上咧維持咗冷戰期間嘅大局穩定。有學者形容啦，冷戰嘅和平就好似一場走鋼線嘅表演咁樣，雙方領袖明知道咧一跌落去就係萬丈深淵，所以咧佢哋只能夠僵持，唔敢亂喐。然而咧呢種恐怖平衡其實係一種以毀滅威脅嚟維持和平嘅一個格局嚟㗎。佢唔係基於信任，而係基於恐懼。佢唔係因為雙方想要和平，只係因為冇人輸得起。就喺個短短36個鐘裏面，世界比任何時間更加接近核戰。
古巴導彈危機話俾我哋知，戰爭嘅爆發咧並唔總係理性嘅計算，有時候咧只係取決於一兩個人嘅抉擇，甚至係一個軍官當場嘅冷靜。有人話啦，古巴導彈危機係冷戰最危險嘅一刻，亦都係美蘇學會熱線溝通嘅轉捩點。觀眾朋友，你哋又覺得喺呢個危機裏面，甘迺迪嘅步步為營，仲有阿爾希波夫喺千鈞一髮之間投下否決嘅一票，係咪改變咗世界呢？而如果當時呢個阿爾希波夫冇阻止發射核魚雷，今日嘅世界又會變成點樣？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類型嘅歷史深度解讀，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出去。下一集我哋又會繼續探討另一場冷戰嘅高峰——柏林封鎖。當蘇聯切斷咗西柏林嘅補給，美國又係點樣用非戰爭嘅方法去化解呢一場危機呢？我哋下次見。